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9月7日，咱做来读何西阿书第3章到第9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3章，上主对我讲：你着搁去爱迄个对你无忠实的查某人。伊现在有一个情人，虽然以色列人去拜别个神明，爱食这偶像的葡萄干圆，毋过我要听因。你嘛着安尼听即个查某人，我就用15块银仔甲150公斤大麦，甲伊买转来。我对伊讲：你着甲我住，毋通阁惊人，嘛毋通去缀别个查甫人。毋过这段时间我嘛无要甲你同房。以色列人为一段长的时间无君王、无首领、无祭司、无雕刻的条、无以弗得、无菜家族身上。后来，以色列人为过转来归属上主，因的上帝，恢复大笔的王朝。伫将来的日子，因为敬畏上主，领受伊丰盛的恩惠。第4章，以色列人着听上主的话。上主要控告这对地的子民，因为因无诚实、无仁慈，无人真正捌上帝。干焦地南山咒抓、背约、凶杀、偷窃、奸淫、强暴，继续害人流血。因为安尼，这个地会打击所有住伫遮的，连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，拢会消灭。海里的鱼嘛会无去。毋通互相控告，毋通彼此指责。我责备的是恁遮的做祭司的，日时恁会跋倒，暝时先知嘛会甲恁相款跋倒。我要消灭恁的人民，我的子民因为无知灭亡。恁毋承认我嘛毋承认恁做祭司。既然恁弃杀恁的上帝律法，我嘛一定要弃杀恁的子孙。恁祭司的人数愈多愈得罪我，所以我要互恁的尊荣变做见笑。恁爱我的子民犯较多的罪，通得到较多赎罪的诫命。安尼，恁祭司会甲人民相款受刑罚。我要照恁的所做办恁，照恁的行为报应恁。恁遮食袂饱，惊人生产嘛袂增加，因为恁弃杀上主，去缀别个神明。酒甲新酒会互人失去良知。我的子民去问插头，抽签卜卦，求指示。淫乱的神带因离开正路，因惊人背叛因的上帝。因伫山顶献祭，伫山峦仔烧香，伫遐有上树、杨树、上节树、凉爽的应允。因为安尼，恁的查某囝淫乱，恁的新妇犯奸淫。虽然恁的查某囝淫乱，恁的新妇犯奸淫，我袂甲因刑罚。因为恁遮的查甫人去甲娼妓另外住，甲寺庙的妓女斗阵献祭，这款无知的人民一定灭亡。虽然以色列淫乱，毋过犹大毋通犯罪，毋通去急甲，毋通上去别阿门，毋通记永远的上主咒抓。以色列国籍亲像耳边的牛母，上主减话养饲因，亲像伫开阔的所在养饲羊。既然以法人甲偶像结连，出在因去，因啉甲醉茫茫，阁继续惊人。因爱见笑，无爱言语，
风为用石甲因卷去，因献互偶像的祭司为互因递到见效。第5章，以色列子民着注意听，王亲啊着斟酌听，恁特别受审判，因为恁伫米斯巴诚做害人的外头，伫塔伯山诚做长人的罗网，这背叛的人大概杀界。我要管教因拢总的人，以法莲啊，我真了解你。以色列袂当对我暗抗，但以法莲你行淫乱，以色列甲家己拍拉衫，因的所行所做，互因袂当归向上帝，因为因的心充满淫乱，完全毋捌上主。以色列的骄傲证明因家己有罪。以法莲会因为家己的罪跋倒失败，犹大会甲因相款失败。因要带牛群、羊群去找上主，毋过找袂到，因为上主已经离开因。因对上主无忠实，甲别人偷生囝。册会庆典以前，因甲因的产业拢会受毁坏。就伫基比亚分扫甲，伫拉玛分拉巴，伫伯阿文发出警报。便雅悯啊，着注意你的后面，刑罚的日若到，以法莲会荒废。我要对以色列大支族宣告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。犹大的首领竟然霸占人民的土地，我要将我的生气亲像大水拼落伫犹大。以法莲甘愿去对无路用的偶像，因一定会受审判，受压迫吞打。我要亲像主堂对待以法莲，嘛要互犹大烂去。以法莲看着家己有病，犹大看着本身有伤。以法莲就派人去求亚述大王，毋过伊袂当医因的病，治因的伤。我要亲像狮对待以法莲，亲像明狮对待犹大。我要甲因拆喙拖走，无人会当救因。但我要倒去我的所在，听候因承认家己的罪，祈求见我的面。因伫急难的时会迫切找求我。第6章，因讲：来啊，咱着回头归向上主，伊疼爱咱，嘛要医好咱，伊拍咱，嘛要包咱的伤。过2日，伊会互咱复原；第3日，伊会互咱爬起来，咱就会当伫伊的眷顾下生活。咱着认捌上主，尽力追求来捌伊。伊会亲像清早的光出现，亲像雨水淋到咱，亲像春雨润泽土地。以法莲啊，我着安怎对待你？犹大啊，我着安怎对付你？恁对我的疼，亲像早起时的云雾，亲像露水真紧打去。因为安尼，我派先知甲恁忽视，用我的话甲恁刣死。我的审判亲像清早的光发出。我较爱自爱，无爱祭司。爱人真正捌上帝，赢过献烧化节。毋过，因亲像亚当背约，对我无忠实。基列是歹人的城，因的脚业拢是杀人的火。这是激动，亲像强盗，伫事件的路中埋伏杀人，做邪恶的事。伫以色列家，我看到通厌恶的事。以法莲犯奸淫，以色列目拉衫。你咧，犹大，
家己收割的时已经决定，我要互我的子民恢复欢迎。第7章，我想要医好以色列的时，以法莲的罪过落恨，撒玛利亚的罪恶暴露，因为因做代志虚假，侵入厝内偷窃，伫外面公然抢劫。因无想讲，我会记得因一切的罪恶，因所犯的罪恶，甲因甜条条，我拢看现现。上主讲，因做歹，互君王欢喜；因欺骗，互官员快乐。因拢行淫乱，亲像炎热的火炉，在天后面源发起来。旁边的人毋免阁拿火互炎。伫咱的王喜庆的日，官员啉烈酒，醉甲毋知人。王甲背叛者握手，因造反的心亲像火炉，规暝晕晕倒，天一个光就爆发。因心狂火热，甲统治者一个一个消灭。君王拢倒落去，毋久无人求救我。以法莲甲外族参杂，因是无平平的饼。外族人甲因的气力使打去，因拢毋知。因已经发白头毛，家己嘛毋知。以色列的骄傲证明因家己有罪。虽然拄着这事，因犹久毋归向上主因的上帝，嘛无追求伊。以法莲亲像粉鸟戆戆毋捌半项，因连被求叫埃及，连被去挖亚述。因去投靠的时，我要用网拍伫因顶面，亲像在掠空中的鸟，甲因网落来。我要照因的歹行为，甲因刑罚。因惨啊！因为因离开我，因为受毁灭，因为因背叛我。我要解救因，毋过因瞒骗我，拒绝我。因无诚心对我祈求，干焦伫面床顶哀哀叫。因自执敬拜，祈求五谷甲新酒，其实是在背叛我。我锻炼因，互因手骨有力，因竟然都无歹代反抗我。因一直去拜别个神明，毋归向至高者。因亲像灵气会经无路用。因的修炼讲话骄傲无慢，为死伫倒下。这个事为真做埃及人的笑柄。第8章，上主讲，着分扫角发警报，对着亲像鹰鸟冲落来，要攻击上主的厝，因为我的子民破坏我的约，违背我的律法。因对我哀叫讲：上帝啊，愿以色列人承认你是阮的上帝。毋过以色列拒绝良善，所以对着话对入因。因设立君王，毋是照我意思；因设立首领，我无承认。因用金用银做偶像，结果家己受毁灭。撒玛利亚人着气杀恁的牛仔像，我对恁发大生气。恁着过偌久才会放弃偶像崇拜？偶像是以色列的师傅铸造的，因毋是上帝。撒玛利亚的牛仔像一定会受降罪，因野的是风，收的是光烈风，袂大丛，袂结实。但会结实，嘛会互外族人食去。以色列已经受吞灭，现在伫咧国中亲像无路用的器具。以色列亲像野驴四界走，走去亚述。以法莲出卖家己互爱人，因嘛伫列国中出卖爱情。我要甲因一挖来，甲因刑罚。因连被画伫亚述大王的压迫的受苦。以法莲
为着要赎罪，逐所在起祭坛，祭坛愈多，犯罪愈加添。我为着因写真侪律法，毋过因看做甲因拢无关系。因献祭互我，毋过献的肉家己食了了。我上主无要接纳，但我要甲因的罪记得，甲因刑罚。我要互因倒转去埃及。以色列起宫殿，袂记得因的创造主。犹大嘛起真侪坚固的城，我要降火烧因的城，烧毁因的堡垒。第9章，以色列人毋通亲像外族人欢喜庆祝，因为恁行淫乱离开上帝，伫逐个五谷场收行淫乱赚的钱。五谷场甲酒窟袂当养饲恁，所期待的新酒嘛会落空。以法莲袂当搁住伫上主的地，因为倒转去埃及，伫亚述食无清气的物。因袂当搁向上主献奠酒祭，因献的祭袂互伊欢喜。因的祭物亲像互丧家食的物，食的人变做无清气。因的食物只有会当互因止枵，袂用得摕入去上主的殿。伫所定的节期敬拜上主的日，恁要做甚物？因虽然闪过灾难，嘛会互埃及围困杀害，伫缅菲斯互人收尸埋葬。因的金银财宝会互杂草砍灭，因住的所在刺白满世界。着以色列知，刑罚的日来啦，报应的时到啦。恁的罪重充满万分，所以恁讲，先知是戆人，受神感动的是小人。先知受上帝指派做以色列的守望者，伊无论去倒位，拢有落网在长等，连伫上帝的家拢受敌视。以色列彻底腐败，亲像因早前伫基比亚的所做。上帝会记得因的罪，要刑罚因的罪过。上主讲，头一遍我拄着以色列，亲像伫旷野看着葡萄；我拄着恁的列祖，亲像看着头一季初熟的无花果。毋过因一个到巴勒比呢，就开始去拜迄所在可恶的神明，因就变做甲因所爱的神明相款，遐尼通厌恶。以法莲的眼光会亲像鸟飞去，亲像妇人人未受胎、未怀孕、未生囝。因若会生，我嘛要互遐个囡仔饲袂大，无留半个。我若气煞因，因就生惨。我看以色列的囝儿注定着互人对入斩杀。以法莲会带因的囝儿出来，交互屠杀者。上主啊，你要互因甚物？就互因流产，能打去。以色列日吉甲做真歹代，我伫遐开始怨恨因，因为因所做的歹，我要对我的家甲因赶出去。我袂阁疼惜因，因的首领嘛拢背叛我。以法莲受拍倒，因的棍打去，袂结果子。因若生囝，所生的宝贝仔囝，我要甲杀死。我的上帝一定要甲因气煞，因为因毋听他伊，因为伫列国中流浪。咱今仔的圣经节伫何西阿书第3章到第9章。